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以下战争。即马以色列的战车第2日时已经驶入去加沙地区的中部，而且继续针对加沙地区的南部的空袭。巴勒斯坦的卫生部有对外表示，过去24点钟已经有超过200人过往。以下冲突发生到呾，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嘛已经超过2万人，占因总人口的1%。搜救人员是拼命在学，甲突救队下骹都有在喘气的查某红婴仔成功救出来，哪破哪用走的冲去病院，只是讲才尽力在救人，但是外口的死亡同款一直发生。以色列的战车日被驶入去加沙走廊中部的布赖吉，傍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市中心的一间病院。南部和埃及相接的边境重镇拉法，有几十个人因为空袭死伤。אחד באזור הנקרא אל-בורג' זה אזור במחנות המרכז, שם אנחנו ביום השלישי להתקפה הורגים מחבלים רבים ומחסלים תשתיות טרור. 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讲，过去24点钟内有210个人伫以色列的攻击内面死亡。以下冲突以来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1000人，已经是加沙人口的1%。红大伫旁园建物下骹是失踪的，恐惊还有几千人。就算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以色列爱拍较准的，缩减对加沙地面进攻的范围，但是以军对亚旦这进程，施展的火力敢若一直升级尔。哈马斯嘛放出伫布赖吉的战斗影片，互外界知影讲以色列嘛受到攻击，而且有人伤亡。伊方讲目前加起来有169个士兵战死，过去1礼拜是冲突以来伤亡上惨重的。انفتاح الحركة على أي أفكار أو مقترحات لوقف العدوان بشكل كامل ونهائي。另外，以色列伫救人质的部分，会使讲是无什么进度。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日被讲，11月底停火协议内面有110个人互放出来，有23个人已经宣布无效无实死亡啊。埃及继续斗协调，顶礼拜和哈马斯的头人见面，提出3阶段的停火计划，但双方拢无回应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